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精神遮好来到教会来参加做礼拜吼。今仔真感谢咱的王牧师吼，王阿丁牧师吼，伊对伊即摆是伫中华的迄个新源教会咧牧会，伊今仔要来代表友善诚意来请安报告。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就是王牧师伫1991年的时去读圣经进前，吼拢伫咱的教会里聚会啦吼，所以应该有点像回娘家了吼，谢谢。咱等下礼拜煞会当向王牧师来做一寡交易吼，来大家来分享者。伫礼拜开始大前，咱请王牧师来带咱做祈祷，多谢。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的祝福，感谢你恩典满满。你也互阮伫你所定着的日子，阮会当来到伫主你的圣殿，阮要做伙伫遮来敬拜服侍你。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到阮三角之地，互阮伫遮会当通过你圣经内面的教示，会当成做阮生活的准绳，嘛会当伫遮来通过阮所领受的，伫遮来荣光上帝你的圣名。特别上帝，当阮伫要开始的大声，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特别也恳求上帝你祝福。也加添开力，伫所有的侍奉的兄弟的身上，通过因伫遮来引带正人的礼拜，互阮会当来得到阮的敬拜，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甲感纳。阮特别将遮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上帝你来祝福伫遮的参与侍奉的，互因会当通过服侍，力上加力。稳上加稳，阮特别来献上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开始礼拜大声来做伙团练咱今仔日的诗歌。第一条诗歌，咱来做伙吟唱圣诗第27首。这首诗应该大家拢非常熟，毋过咱做伙先甲这3节做伙来唱。头一站。是。
出声，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大家有看到这首诗，伊的作词的人叫做靠，他是一个瑞典人，那他有几个比较不一样的职业，跨度都很大。在咱现今的社会，较歹想象啦，哈，伊是一个瑞典非常有名的诗人，伊做足侪诗，伊相时嘛同款是教会的牧师，伊阁是政府的官员，阁是国会议员。伫伊的迄个时代，伊对瑞典迄个社会做出足侪影响，阁足侪奉献安尼。他一生有创作超过60首的赞美诗。咱即马唱的这条歌，大家若是有圣诗，会使看圣诗第27首下面，它这一页的最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英文字 "Ostorgud"， 顶头遮嘛有写着第2点的。一生创作超过60首赞美诗，后面的那个其实就是他瑞典原文这条诗歌的名。这条诗歌是伊创作上出名的一条。我一直感觉讲，咱伫个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在传唱的这个诗啊，很容易就是超过上百年这样。所以，就我们可以感受到很久以前人，他们是如何带着他们敬虔的心，在称颂上帝的。这首诗歌被创造出来之后，首先是先翻成了德文。在德文的时候，有另外一首诗叫做《O Great God》，那一样是翻译文。那后来才翻成英文。英文的译者就是写在我们这首诗歌下面，有一个音译叫 Stuart Wesley King。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专门在写圣诗的填词者。那他不仅仅是把这首歌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译本，他同时也再加上这首圣诗的第3节，第3段，咱今日念的诗是后来的人再搁填起的。那比较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看到的文献呢，这首诗是安怎写落来？是顶头的这个人，他有一次在一个峡湾的时候，就在海峡的旁边。高处有海的地方，又有山，又有断崖的地方，他看到了闪电雷劈，写下的这首诗歌，所以他是受到很多的感动。咱做伙搁甲第1抓，咱做伙来吟一遍。过来看咱今仔日第1条圣诗，圣诗第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唔知大家最近过了安怎？我早起其实是先去客户遐，再来到咱教会，因为我客户那边有重要的系统切换啦。唔管什么时阵，咱拄到什么款的代志，这首诗。伊的歌词，阁有伊所要带来互咱的信心，定定会使互咱得到足侪安慰。
主踮我心内，无惊兄自在，咱做伙来吟。主踮我心内，无惊兄自在。一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是我心心照亮你无停，你做我坚定，予我有光明。第二站，主做我智慧，予我通我苦。但是刻点伫你手里照顾，你日我天边，我做你的镜。你甘我结连，我甘你同行。这条诗歌嘛，共款是足久啊。咱看下骹的说明，伊会甲咱讲，这是一首古爱尔兰语。那伊有偌久咧？拄则迄条诗是1885年写的，这首诗歌是伫个8世纪伊就写出来的古诗。那后壁的即个 Mary Elizabeth Burn，即个人甲伊翻译，为诗翻译做散文，嘛发表伫迄个时阵的杂志顶头。后来佫经过下骹的 Eleanor Hugh， 即个人佫甲伊翻译做圣诗，就是咱即马伫咧画面上看到的即个人。所以伊嘛是经过足侪无共款的翻译，才到咱即马在传唱的诗。我感觉非常感动的是讲，伫咧诗歌的内底啊，伊伫咧甲人讲，主要成做咱啥物款的帮衬，伊要伫咧咱的心，成做咱的安慰，伊要做咱的智慧，伊是咱即世间唯一的宝贝，伊会互咱永远得胜。虽然是8世纪就已经写出来的诗，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诗歌里面所传递的讯息，一样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省思。好，咱做伙甲第3站、甲第4站做伙来吟。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贵，因为你惜的我永远袂悔。你是
来啊，咱着摇花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来吟新信诗第27首。新信诗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受就哪戆影。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星，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录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担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12篇，伫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第12篇就是诗篇40篇。显着咱做伙来启应。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限期，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是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要来敬拜学乐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阮的板zan阮的盾牌，阮的避难所。阮要用阮的一生来敬拜学乐你。即时，阮要谦卑阮家己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承认阮过去的过错，常常来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袂记你的恩典甲慈爱。主啊，求你赦免阮过去一切的过失，洗清阮一切的罪恶，帮助阮行伫你的道路中，互阮所行所讲的。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伫今年4月花莲的地震中。玉山神学院嘛有受到影响，因的宿舍还佫有教育的大楼，拢得到严重的损害。求主帮助因伫中间的过程会当平安顺遂，嘛恳求主看顾因一切的事工，拢有你的旨意，互因所做的工拢无空空。恳求主也带领文山教会。互阮教会会当成做目撒即个所在的祝福甲帮赞，互阮会众会当活出真理甲基督的疼，求信心来充满，互阮会当大胆传主你的福音，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来倚靠你，互因知影你是带来爱、平安甲喜乐的主。嘛恳求主继续看顾。保守阮教会一切的事工，求阮互阮的服侍是照你的旨意来行，来完成你要爱阮去做的代志。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
是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118篇第1节到19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9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旧约669页。现着我来读。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亚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人要啥法伫我担活？伫遐个帮助我的中间，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所以我要看见遐个怨恨我的人所受报应。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我靠耶和华比我靠王亲搁较好。读圣经到这，即时要请圣歌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着来学老主》。
即是要请王阿金牧师来讲道。王牧师是中华中会成员教会的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来请安。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既然中的求告》，既然中的求告。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那伫我的印象当中，这是我第2次徛伫文山教会的讲台。头一遍是我伫读神学院的时阵，代表神学院来甲大家请安报告。这是我毕业了后头一遍，搁倒来家己的会当讲是母会啦、娘家今仔日我上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代表玉山神学院来为着这个因的纪念主日来给大家请安报告安尼。伫我伫甲玉山神学院联络的时阵，这个尤淑美师母伊伫负责安排这个迄个纪念主日的讲师伊就甲我家己甲因讨的吼，我家己甲因讨的，我甲因讲吼，我要倒来文山教会安尼。伊讲你对中华要甲文山去伫台北呢？我讲对，是台北的文山教会。然后伊甲我讲遐尼远呢，我讲我要倒去文山教会安尼。结果尤淑美师母就甲我讲，好，既然你遮尔心意决定安尼我就甲伊排落安尼吼。总是排了后，才发现咱伊差不多伫3月初的时阵开始在处理这个纪念主日，所以呢到伫4月初3，咱花莲迄边遐有拄着一个大的地震，伊伫遐伫进前伊咧甲我安排要转来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咱文山教会是一间非常疼玉山神学院的教会，所以每一当咱玉山神学院拢会得到咱的兄弟真大的帮赞，无论是伫台岛，无论是伫关心，甚至伫奉献的顶面，拢有真大的帮赞。总是呢，因为这个地震，所以造成这个神学院有真大的损伤，所以因的院长吼，迄个瓦律有感吼，伊有写一张批，拢夹伫咱的周报，咱会当家己看吼。我就无要搁伫遮来读，总是因有做一个影片吼，就是因为这个地震所拄着的目前的灾难因需要重建所以因为这个影片有差不多爱有3-4分钟，所以伫牧师要讲道之前，咱先来看这段的影片嘛通过遮来纪念玉山神学院所拄着的一切。好，来，咱请咱的帮助者来帮我们放这段影片。玉山神学院是在1946年所设立的。这个在太平洋跟亚洲区来说，它是相当有建设性的，或者说很有见证的一个神学院。之所以会设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要关心原住民，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要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那毕业的校友们都是进入到自己部落里的教会来服务族人的。来这里的原住民的学生一定要学会母语，所以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母语呢去传讲上帝的话语。
我们全村大概100户左右，可是就一间教会。我们有一些志工老师，他们可以协助孩子把功课都做完，他们回去只要冲个澡睡觉。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我们部落的生活中心。一山神学院让我知道，我的母语才是上帝给我的，那个是我的资产。为什么好像是部落的这个文化还有语言，都要从教会开始出发？是因为基于信仰。预审后有好多的原住民在那个地方一同学习，不论是从他们的教育，从他们的神学的解读，然后再回来，我再把老师的解读再跟我们教会去分享的时候，豁然开朗。在文化方面我们还可以，但是在神学信仰方面，可能我们比较欠缺。所以在25年前到现在，除了疫情暂停之外，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办原住民文化人才培育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包括文化的技能，还有我们的歌谣，还有我们的舞蹈，跟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生命的礼俗。我们在文化传承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到位。我们看圣经很多，坦白讲都不懂啊，很深奥。你要去挖掘的，就必须去上课，有不同的牧师教导，越挖越有兴趣，去挖圣经里面的那些奥秘的地方。我会去找很多的耆老，把快流失的文化传统找回来。因为有身份不认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重新看见文化的美，然后让他们更深的认识文化，然后在都市里面找到归属感。真的很谢谢玉神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做长子同工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跟装备。我们的整个经费的来源几乎都是从外面的这个奉献来的，所以我真是有一些这样的期许，就是说，如果能够有爱心人士也可以来协助我们啊。我们保留了那个母语之后呢，我觉得还不够。现在部落里面最大的危机就是下一代的耆老到底在哪里？他可以继续的去讲我们部落的故事，我们部落的文化传统，跟部落的箴言跟智慧等等。那这样的那个耆老呢，我们可以训练出这样一个耆老。真多谢咱的同工的协助。总是呢，因为这是这个影片是咱的院长伫还袂地动进前，所甲咱做的一个感谢嘛请安的报道吼。总是伫迄个地动了后，有一寡因的迄落真受伤的所在。迄个受伤就是包括因的宿舍，规个迄个天棚哦，规个拢落落来吼。然后壁也裂开安尼吼，甚至因伫鲤鱼潭的边伫迄半山腰的所在，所以因整个的迄个山坪全拢走山去安尼吼。所以迄个土地有小可裂开，所以有一寡像迄泥土的。水有加水入去，像安尼迄款的迄吼，溶土迄款的情形产生。所以呢，伫迄个整个的灾后，因需要真大的奉献。所以虽然牧师伫遮原本有准备迄个影片吼，总是师母甲我讲会伫咱的迄个。玉山神学院的内底会当有一个影片会当摕来看安尼吼，所以我就无搁甲迄个因受灾了后迄个所拄着的遐迄个状况伫遐来放互大家看。总是咱拢知影，因为伫迄个地动的中间，因受到真大的损伤安尼吼，所以。请咱伫咱要
伫即个特别的日子的中间，咱会当为着因伫遐来奉献。虽然伫迄个玉山新人院的院长外里是有干的牧师，伊伫遐所写的吼，伊伫后壁遐有一个迄个奉献主日的报告有需要，搁迄个经费的预算吼，这是拢因平常时就需要，总是搁经过即一厝的大地震，所以更加搁需要咱正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遐同心来为着上帝所设立的即间玉山新学院在培养咱原住民的传道者、传教者，伫遐来关心奉献甲祈祷。这是牧师伫遮所代表要甲大家报告的情形由院长来讲较详细虽然是我共讨的讨要来的总是呢，也是由院长来讲会较属实接续我就要进入到伫我的讲道的中间。其实我要来伫遮讲道的时阵我其实嘛考虑足久的啦因为我会记哩在读册的时阵捌读到一首诗一首七言绝句，叫做《回乡偶书》这个作者叫做贺知章这首诗我毋知影咱有人捌背过唐诗300首，应该有的加减拢知影。这首贺知章所写的《回乡偶书》内底伊伫遐写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就是我即马上界大心境，因为当我伫高中到伫大学毕业进前，我拢伫文山教会伫聚会。伫咧聚会中间，我的阿爸拢甲阮讲，袂使缺席伫主日的礼拜的中间。所以一年365日，52个礼拜，阮其中间主有安尼几冬了后阮间主有一遍礼拜日无来做礼拜，迄摆拄是大专的联考，拄迄天7月初1到初3大专联考，阮迄天袂当来，因为其中有一天是卡着礼拜日，所以阮间主迄个礼拜日袂当来到伫教会。若无阮着爱对阮住的应该迄时阵还搁住伫木信路遐，然后着爱行报花，行来到文山教会，经过木信市迄个咱的木沙市场安尼迄条路感觉足远的。细汉的时阵，可能细汉的时阵嘛是感觉讲囡仔较迄落行较细化所以着爱行足久，总是每一遍拢着爱行足久的时间。若寒天迄行伫报花的中间迄耳孔是扇甲安尼疼甲要死佫毋知影咱即摆拢佫有无通治的对毋对？耳罩迄时阵拢无所以迄手着爱安尼按咧无迄报花的风安尼吹过来迄耳仔足疼。若热天的时阵是足热的安尼若来到遮的时阵，来到伫教会的时阵着规身躯冻寒安尼。总是伫遮的过程的内底，我感觉伫文山教会，互我有一个真大的启示甲帮助。伫文山教会的生活，嘛是互我重新思考我将来要行的道路。所以伫我高中毕业的时阵，我原本是要去想讲我着高中毕业新学院会当去考，总是我的爸爸讲袂使，你着爱
大学毕业。我甲伊讲为虾米？伊讲我要献互上帝，袂使干做高中毕业的，得爱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得爱搁去适当好好思考，然后你才会当伫遐来决定你是毋是要去读神学院安尼。其实伫即个过程的内底，我伫高中到大学的中间，其实伫我的家庭内底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总是伫迄个挑战甲困苦的中间，文山教会成做我真大的帮站。我会记当我搁伫高中的时阵，我的小妹因为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伫伊迄个在挽喙齿的中间，伊迄个细菌，迄个细菌拄对迄个喙齿的空喙遐，怎走入去到伫心脏迄个伊的心脏的瓣膜有破损，所以怎伫遐造成一个病灶。所以伫遐怎一直发烧，就甲注射，也是食药就会降，体温就降落来。总是迄个药效若过去，就搁继续伫遐发烧。所以到落尾无法度，只好送伊到伫迄个咱的台北的延民总院，伫迄个天母的所在。因为阮爸爸是老黑仔，老韩籍黑仔。阮爸爸是韩籍啊，总是去做迄个空军机械学校伫遐读册，所以嘛算是嘛是黑仔啦老黑仔。所以伊是台湾籍的农民安尼所以伊来去荣总看病挂号费啦，啥物费拢免钱安尼。所以阮就甲妹妹送去到伫迄个台北的延民总院，迄时阵。阮的家境非常的无好，因为拄来到伫台北，爸爸拄伫遐伫共赛车安尼迄个时阵对我来讲真大的急难，真大的艰难甲困苦。所以阮迄时阵头一项，阮阿公就甲阮讲：恁若搬厝的时阵。头一项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去找教会。所以，阮爸爸就伫遐找到落尾，对伫木信路遐开始找，拢无张了教会。找到伫开元路的时阵，才发现有文山教会。所以对迄个时，就伫文山教会伫遮聚会。迄时阵的牧师，陈胜山牧师。伫遐对阮有真大的帮赞，佮其中对阮嘛有真大的帮赞的，就是罗辉祥长老甲魏清心长老娘，因迄时阵伫迄个中顺街的所在，因遐有一间厝，原底讲要卖，总是呢交互迄个。中介拢卖出去，阮来的时阵迄家人租一间安尼，一间小小的套房安尼妈妈伫内底搁咧做手工，爸爸爱去洗拖拉裤，弟弟妹妹搁我拢爱迄落弟弟妹妹因先来台北，我伫台南还搁咧读册，我讲我搁剩一档着高中毕业所以。你搁互我伫遮嘛，搁互我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弟弟妹妹因就先来安尼所以因来到伫遮的时阵，拢住做伙安尼，一间细间安尼，困涂骹，所以当迄时阵阮真正足艰苦的，迄时阵罗长老就伫遐讲安尼，阮有一间厝，卖拢卖袂出去，所以呢，如果你若愿意。恁来住安尼，为什么会捌罗长老呢？就是因为魏清心长老娘，伊捌伫我的阿公，算我的故乡岭半拿教会伫遐做过暑期的新学生。伊伫遐甲阮讲，伊上界清楚的就是，每一遍若迄个。做风台啦，也是讲做大水、淹大水的时阵伊的目镜
拢会怎浮起来，因为阮兜较低吼，拢会怎目镜啊，啥物货拢怎浮伫迄水的顶悬，下早起来吼，拢在找目镜，因为若无目镜吼，就感觉拢伫水内底吼，毋知会踏着迄个石头啊，会踏着骹袂，所以看到迄个名叫做卫生心，阮爸爸就伫遐讲，这敢是咱所认捌的卫生心。后来伫遐甲伊伫遐讲的时阵，看到人才知影，原来就是伊，原来就是迄个爸爸少年的时阵，伊捌伫岭半拿教会伫遐做暑期的新学生的卫生心长老娘安尼，所以阮就伫遐来对木新路来搬来到伫中顺街，所以伫遐阮对高中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阮拢住伫赖长老的厝内底吼。伫遐阮嘛伫遐感受到上帝差派真济的天使，伫阮最需要的时阵，伫遐诚做阮的帮衬。拄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我的小妹因为迄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伊伫遐去到伫延民中，伊伫遐受治疗，住院拢差不多超过3个月的时间。伫这3个月的时间内底，阮伫遐烦恼的。虽然爸爸是限制学仔，但是伊犹原爱收费，因为阮是家属尔，毋是英民伊家己本身，所以伊的医疗费用会当打折。总是我的小妹伊无法度，所以阮犹原每一礼拜，阮犹原爱去纳遐的医疗费用，无亲像咱即马现在的健保遮尔好安尼吼。但牧师，陈先生牧师知影阮的状况，所以呢，伊就伫遐来伫迄个礼拜堂的后壁。就设一个奉献箱，伫遐写讲为着王顺武执事的家属奉献安尼，所以逐礼拜牧师拢会去甲迄个奉献袋就是迄个奉献箱内底的钱，然后摕去到伫延民总院，顺续去。看我的小妹安尼，两位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上帝的疼是遐尼大？每一次妈妈接到迄个要缴费的账单的时阵，牧师就到，然后摕出来的钱，拄好，拄迄礼拜所爱使用的爱缴的钱，无少。无减少，嘛无加济，差不多住伫迄个卡达安尼，所以嘛无因为妹妹会破病伫遐趁钱，嘛无因为妹妹会破病，阮伫遐变成送香。上帝互阮会当去经验到迄个耶和华伊力即款的感动，而且。甚至到伫妹妹伫有一阵的时间，伫遐病院伫遐甲伊发病危通知的时阵，阮爸爸是一个无爱去教会的人，总是伊伫阮细汉的时阵因为岭半拿教会拄伫阮兜对面，所以迄时拢有敲钟，所以阮迄个敲钟敲还袂煞迄钟声还袂停进前阮走过拢也会赴。阮爸爸伊就拢无爱阮缺席就对啊，所以呢，伊就开始伫遐紧嘞安尼阮是伫遐想讲，你定下叫阮去礼拜，你为什么毋爱去礼拜？阮就想讲，这哪会差遮济哈？阮做囡仔，阮就爱去。你做爸爸你就会当毋免去。阮爸爸后来甲我就伫遐讲，你毋知恁爸爸做生意的吗？我讲做生意为什么袂使？
伊讲做生理，你无听讲生理人拢叫伊哪肝伤、肩伤啦，嘿，所以吼，迄小可吼拢会为着生理吼，拢会讲白惨，所以吼，迄无迄个身份，我感觉我无适合去礼拜堂，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安尼。我迄时还袂读神学院，我袂记你甲伊讲，我毋知影。我也讲吼，伫教会内底拢是有罪的人，敢是？是对。所以吼，你迄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是你的借口。所以呢，伊伫遐拢无要去教会，总是当阮妹妹发迄个病危通知的时阵，阮爸爸头一遍。带我甲我的小弟，因为我妈妈伫病院底照顾妹妹，阮爸爸带我甲我的弟弟，阮三个怎跪伫厝里的十字架骹。阮爸爸伫遐来悔改，来流目屎，甲上帝求。伊甲上帝讲：上帝，我无嘛要讨到有，你爱互即个囡仔，互即个我的查某囝会当继续。来活落去，因为伊抑阁未成年。迄是我头一遍看到我的爸爸伫伊信仰的中间，伊伫遐诚心来祈祷，伫迄个真危急的内底，迄个妹妹可能会失去生命的过程的内底，我看见阮爸爸一个。做老爸的心情，伫遐上帝祈祷。嘛因为安尼，阮爸爸伫遐来甲上帝祈求。嘛因为安尼，互爸爸的信仰会当搁重新搁一遍，倒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即马拢毋敢讲伊是奸商啊，嘿，所以伊即马拢会做礼拜，特别。当我做牧师的时阵，伊拢毋敢讲，伊无爱去礼拜。我甲伊讲，你做牧师讲啊吼，你若无去礼拜，你会互我感觉足见笑的。所以呢，伊只好就爱去做礼拜。所以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伊就爱洗身躯、洗头毛，洗甲清气淡淡，然后就爱搁穿西米露。安尼讲较穿了较闭杂，安尼较有心要去。调祭上帝，所以对迄个时，互我看见着伫人拄着的困境的内底，上帝差派真济天使来成做阮的帮衬。无论是阮所拄着的，也是讲伫阮的困境的内底，上帝拢差派真济的人伫遐成做阮的帮衬。这嘛是我。搁一遍转来到伫文山教会，我要代表我的爸爸，代表阮整个的家族来甲大家说多谢。多谢文山教会过去对我的栽培，因为我可能我毋知影进前有也无啦吼，总是我会记得，若无吼，张洪恩牧师吼，抑搁伫我后壁吼，我是应该是台信山牧师头一个推荐吼，要去读神学院的吼，我毋知影应该是安尼才对吼，所以我应该是文山教会培养出来的传教者。我嘛掠，我真做是一个文山教会所培养出来的青年，来伫遮感受到迄款的荣耀，嘛愿一切。所得到的荣光，拢归伫耶和华上帝。但今仔日我用诗篇118篇这段的经节，伫遮甲大家来做分享。其实这段的经文应该爱对113篇到118篇，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伊伫遐来讲起着。以色列人所拄着的艰难甲困苦，伊伫遐回想着因早前以色列人因怎样伫因的困境的内底，
伊伫遐上帝哀叫的时阵，上帝怎样来帮助因？特别伊伫遐讲到迄个搬过节的故事。所以咱拢知影，咱若读过圣经的兄弟，咱拢知影搬过节为虾米因伫遐非常注重这个搬过节？因为这个搬过节就是互因对做奴隶的埃及地通离开，然后进入到伫上帝所应允，要互因一个水佮流年甲蜜的所在，就是迄个迦南地。咱拢知影，当约瑟互人掠去到埃及的时阵，伊嘛遭受真济的艰难甲痛苦。到落尾，伊真做是埃及的宰相。就是当约瑟过往了后，过来这个法老。这法老王已经渐渐袂记得这个对因有帮助的约瑟，所以这个法老犹原佮转去拜伫遐因的家己的偶像。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留伫遐，因伫遐来生活，伫埃及有400年的时间，因伫遐来生活，因伫遐嘛会当。有食，有通啉，有通住，总是因所拄着的，是因的身份是奴隶，因就爱伫遐做工，就爱做迄款非常艰难的工作，才会当互因来得到饱，甚至伫迄个社会阶层，检采因嘛会受到真济咱讲的异样的眼光，也是讲歧视的眼光。所以当咱会当去想象以色列人怎样伫迄个日头的中间，因就爱去伫遐来为着法老王去做迄个金字塔，甚至为着这个埃及人，因伫遐来服侍这个人。所以因所拄着的迄款的艰难甲苦楚。所以，互因伫遐来上帝发出一个求救，因伫遐求救上帝讲：上帝啊，你竟无看见着你的百姓怎样伫遐受苦？上帝有听以色列人祈祷的声，所以伊差派摩西来到伫法老王的所在，伫遐来。要求法老来放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总是伫咱的出埃及记的内底，咱拢看见。虽然有真济摩西用异象，也是讲，上帝透过摩西，互伊看到迄个真大的灾难伫埃及来发生，总是。圣经内面犹原讲到，法老王的心真硬，咱讲定啦吼，就是心硬，伊的心无法度伫遐来体谅。你会当想象对天怎忽然间一阵的迄款的蝗虫来，也是一群的雨神，也是一群的。四脚就是迄个青蛙，来伫你的躯体内底，四界撞四界走，总是这个犹原无法度通伫遐互法老王伫遐来知影，伊就爱来放这以色列人走，因为以色列人所认捌、所敬拜的是一个独一的真神。所以，当上帝要行奇事的时阵，上帝伫遐爱摩西，伫遐来带埃及人来出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伫落尾，虽然埃及的法老犹原拢无同意的时阵，上帝最后就是甲摩西讲：你去甲以色列人
的正八时讲，叫因每一家拢杀一只羊羔，羊羔羊，吼，细只羊仔，吼，将迄个羊仔的血来甲伊抹伫迄个门徛的所在，吼，就是门徛，就是咱讲的门楣的所在，咱的门吼，就亲像咱即马咧搭春联共款安尼吼，所以通过安尼，当上帝的天使伫迄暝来到的时，若看到迄个门徛的所在有羊血的，就会伫遐搬过，因为上帝的使者知这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上帝看见迄个门徛无有羊血的，伊就进入到伫迄个家庭的内底，然后将伊的头上生的，无论是人或者是精生，甚至伫因兜做人客的人，拢共款。只要你是头上生，就是讲你是大囝，拢伫遐甲伊杀互死。所以为着要纪念这项，因伫遐非常注重这个搬过节。所以对诗篇113篇到118篇，伊伫遐诗人伫遐来回想过去因怎样伫做奴隶的埃及地。然后会当离开因的处境，然后到伫上帝要应允互因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你敢知对埃及到迦南地需要偌久的时间？有人甲我讲40年，其实毋免。你若徛咧马，还是用行路的？迄拢真紧，上紧吼袂超过半冬，上班袂超过半冬，真紧就到。总是以色列人伫迄个要对埃及到伫迦南，因行40年。为什么因着爱行40年？因为伫迄个40年的中间，上帝爱即群的以色列人，因伫遐爱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爱专心仰望主。咱会记得，当摩西去到伫西奈山的时阵，伊伫遐甲上帝对话的时，咱会长老教会的迄个标志，吼，咱会长老教会咱的象征的咱的迄落，就是刺配互火烧。总是无烧去，吼，迄个焚而不毁的标章。迄就是咧讲，当摩西去到伫西奈山的时阵，当摩西去到伫西奈山，伫遐甲上帝有沟通，将近要有40年日的时，伫山骹遮的百姓，因伫遐做啥？因伫遐做金牛。伊感觉讲呾死咯，带咱出来摩西，可能伫山顶吼，迄个野兽食去啊啦，无哪有去规要将近要成个月啊，佫毋知影通转来。山顶也无啥物好的所在，通互伊徛，通互伊住，通互伊食，哪会去遐久？所以呢，伊就伫山骹要求摩西的兄哥阿伦伫遐为着因做金牛。因搁转去要拜迄个偶像，所以当摩西对西奈山摕到10条诫的石板落来的时阵，摩西看见伫山骹遮的百姓也搁咧拜金牛的时阵，摩西足受气的，所以伊伫遐来将迄个10条诫头一版的10条诫，迄个石板来甲伊削破互喙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摩西迄款的作为，当然咱无伫遐来甲伊讲，安尼是对的。总是咱会当看到摩西伊伫遐对以色列人的失望，因为以色列人袂记得
因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各位兄弟姊妹，当人伫危急的中间，咱会伫遐来超找上帝。咱伫危急、伫急难的中间，咱会伫遐来祈求上帝的帮助。以色列人嘛同款，因伫旷野40年的时阵，你有看到因有埋怨无？有，因为当因伫遐，因无法度通像一般的农民伫遐种作，因伫遐甲上帝爱啥物？我无物件通食，所以当因伫遐咧甲上帝哀叫，讲因无物件通食的时阵，上帝赏赐啥物？玛纳。上帝赏赐玛纳，互因会当伫遐来得到食饱，而且即个玛纳，佫非常的奇妙，佫拢是伫天曝光的时阵，拄仔天光的时阵，你着爱出去捡，而且爱捡你厝内底的人一工所要食的，若捡超过，遐个着烂去。遐个就歹去，啊！你若爱困，伫遐赖床，无爱起床的，吼，迄工你着摇巴肚，因为日头出来的时阵，玛纳就无去啊。所以，我伫咧牧会的时阵，定定有青年啊，伫遐来的时阵，我讲你今仔会遮晚来，我着困一个伤晚，啊，因妈妈就甲我讲，我已经甲伊讲啊。讲若伊早要捡玛纳的吼，伊早就枵死啊啦，叫拢叫袂起来。啊，时间到啊吼，才伫遐安尼真冲讲安尼。我讲对啊，你也看啦，若伫较早吼，伫埃及的咱也个遐以色列人吼，你真正是真正无玛纳通食，因为日头出来，遐玛纳就无去啊。当因伫迄个旷野内底。伊伫遐感受着，我今仔食玛纳，敢若迄个养分不平均，我无食着蛋白质，所以要安怎？上帝啊，互我一寡蛋白质，也无上帝无对天顶怎互足侪卵落落来？上帝派啥物法？上帝怎互因一群的烟吞怎飞来伫因的附近？互因会当去伫遐掠烟吞，然后透过因食迄个烟吞的肉来得到蛋白质。烟吞是啥物？烟吞就是迄款足细只的鸟啊！啊，咱即马在食火锅料的时阵吼，那个小小的鸡蛋，迄就是烟吞在因伫遐生的卵。我自我毕业了，我拢伫中华。我伫中华的乡村的时阵吼，我常常看见吼，遐已经老的烟吞吼，拢无人要收呢。我嘛毋知为虾米，伊怎甲放去伫迄个田中安尼就对啊吼。啊，所以你常常拢会当看到迄一群的烟吞，啊，拢因为已经老啊嘛吼，啊嘛卵嘛。可能咱无两单通阁生啊吼，所以呢，遐个人就家己迄落。啊，即摆可能有较好，有个人会家己收，啊收去做啥物烘鸟仔巴，嘿。所以呢，咱即摆会当看见古早的时阵就有烟吞啊，所以吼，咱着爱对烟吞较好个吼，嘿，鸟仔巴加减食，吼，会纪念。以色列人伫旷野的中间，怎样食烟吞，伫遐来得到饱足？敢是甲做安尼尔？无呢，有水通啉无？因大概拢会炸水稻啦。嘿，即摆的人可能听无水稻吼，对不对？有人听有水稻的听话人举手，哦，袂歹哦。嘿，听话人真贤。嘿，水稻就是啥？水壶啊！我迄工，阮祖囝，我甲讲，你爱走水稻去哦。隔壁人甲我讲，妈妈，
啥物叫做水斗？我水斗就是水壶啦。伊讲啊，毋是讲叫做茶粿吗？我讲你炸茶粿，茶粿是规桶的咧。啊，你有一个囡仔派一个茶粿去，啊，就怎忝死？我拢炸水斗尔，我无咧炸茶桶，嘿，嘛无咧炸水桶。哎，我嘛无咧炸水壶，应该讲是水壶啦，吼，中文讲水壶。啊，我是炸茶粿，毋是炸茶粿，我是炸水斗安尼。当遮的人伫遐旷野内底检测因有炸水斗，总是呢，水斗有啉干的时。当伊伫遐无水通啉的时，伊伫遐怎样咧埋怨摩西？你这个摩西啊，你为什么甲阮带出迄个埃及地？阮伫埃及有通食有通啉，你甲阮带出来，害阮啥物拢无，阮即摆连啉一杯水都拢无法度。甚至阮会当吹到的水泉，阁是苦的，阁是袂当啉的。所以，当因伫遐发出迄个埋怨的时阵，你会当想象，你若是摩西，你会感觉你们真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我带恁出来，然后是要带恁到伫上帝应允恁祖先的一个受到祝福祝福的土地。即摆我带恁行伫恁路中，你然后伫遐咧甲我埋怨，是我无互恁水啉吗？所以摩西伫遐甲上帝祈祷，上帝啊，你为什么互我拄着即群的，要安怎讲？匪类的人啊！所以呢，上帝甲摩西讲，用你的管去讲石盘。当伊讲迄个石盘的时阵，就有水泉对迄个石盘的所在来沁出。所以，当迄个水泉沁出来的时阵，以色列人就会当伫遐得到清凉止渴的水。所以，遐弟姊妹，咱会当看见以色列人伫因的一生，或者是讲伫因的信仰的生命的中间，拢是一个轮回不断的一个轮回中间。因拄着困难，因伫遐求救上帝，上帝就差遣先知、差遣使者来帮助你，然后互因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局，互因会当得到好的生活。然后当因拄到好的生活了后呢，因就安怎？就阁是忘恩背义的人，就阁伫遐做歹。做歹了后，的结局是啥物？上帝的责备。所以，当伊拄着遐个困境的时阵，当伊拄着遐个灾难的时阵，因就伫遐来求救上帝。上帝啊，帮助我！所以，上帝的帮助，阁临到伫因的身上。弟兄姊妹，即款的循环，毋是单止伫以色列人的生命的中间。其实，伫咱现在的人嘛是共款，咱有当时会掠咱家己的作为来诚做是我家己的资本。我因为我做人好，我因为我会当有真好的人脉，我有真好的人际关系，我有真好的社会地位阶层，所以我会当去解决真济的问题，我会当诚做别人在处理代志，我会当伫遐做公亲，总是千万毋通袂记住，常常公亲拢会变啥事主，嘿，所以咱会记得，咱毋通掠家己来诚做，咱是足熬的人。所以当人伫遐来拄着困境的时阵，伫咱的现代的社会，伫咱现代基督徒的中间，咱嘛是会拄着。所以咱会当看伫圣经的内底，圣经内底有一句话，伊伫遐讲：祈求上帝，上帝啊，求你互我毋通过头的好业，因为惊了我安怎？
我会袂记得你。我事事项项拢真发达，我事事项项拢真顺利。我会掠做，迄是我的能力，所以我会袂记得你是我的主宰。总是，这个圣经的读者，伊嘛搁伫遐讲：上帝啊，请你毋通互我伤过丧凶，行了我安怎，我会亵渎你的名，因为我会做歹，因为我会欠缺，所以我需要有我需要我生活的上界基本的。可是当我无法度通伫遐来得到满足的时阵，我可能会去做歹，我可能会去做，互人感受到真无好的，甚至伫遐犯罪。所以是这个圣经的读者伫遐讲：上帝啊，求你毋通互我伤过好业。恐惊我会袂记得你的名，总是嘛求你毋通互我伤过丧凶，惊我会伫遐亵渎你的性命。各位兄弟姊妹，圣经伫遐讲，即句话就是甲咱讲，咱的所行所做，爱行伫真适当的道路的顶面。所以，咱无法度伫遐来离开上帝的道路，这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基本爱伫遐来做任务的。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伫遐拄到遮个艰难困苦的时阵，咱爱知影，咱比别人搁较好的，咱比别人搁较得到祝福的，就是。咱有一个上帝通靠赖。我会记得，我伫牧会时阵，我是伫中华宜林的所在，甲溪湖的所在。溪湖大家比较较知影，因为溪湖有羊肉炉，宜林有出产荞麦面。我住伫迄个宜林甲溪湖的中间，遐有一个所在叫做万兴。我伫遐。牧会12天，我伫迄个牧会过程的内底，有真济的人伫遐甲我讲：牧师，你一个查某囡仔，我是还阁当少年啦吼，嘿，我拄对美国转来吼，还阁真少年吼，还袂就业的，就业你敢知影几岁？40岁，对，嘿，我还袂就业的，所以呢，我迄时就感觉讲，无要紧啊。我若伫美国会当生存，家己一个人吼，会当伫遐住5冬吼，我应该转来咱家己的所在吼，我应该有哪会使？我想感觉讲，我真牛，我真厉害。结果伫监选的时阵吼，我伫想啊吼，大家拢感觉讲，即个牧师袂歹吼，应该会当过安尼吼。结果你敢知影？所有全部40-50票，差不多50票内底。有一个甲我拍车啊，我的心足艰苦的呢。我想讲，我一定会全数通过。结果无拍算，有一个人甲我拍车啊。后来，阮的长老阁真正厉害，伊竟然阁知影迄个拍车的是啥物人。伊阁走去找迄个拍车的人，甲伊问话讲：你为什物甲即个牧师拍车啊？伊讲：因为伊是一个女性，咱的教会。头前蒙阿波边啊饲羊仔的羊条，咱教会厝边虽然是农会，总是日时的人足侪人，暗头仔的时阵下班了后拢无，所以干脆伫迄个所在带咱一间教会伫遐，而且咱的牧师，咱要聘这个牧师，阁是一个无人要甜的单身的牧师。我迄时足艰苦心的，我迄时足艰苦。我讲好，哪会拢无人要甲我带？老人甲我带，毋知偌好咧。我会记得，这是一个笑话，咱听者就好啊。咱的总会总干事，陈信良牧师是我同班的同学。伊有一摆甲我问话讲：雅珍，我感觉你都袂歹咧，为什么？咱拢无人要
你哪会拢无要交男朋友？我讲爱问你啊。伊讲哪爱问我？我讲啊，无你为什么你无爱我？啊，无你著甲我娶就好啊嘛。啊，你若甲我娶，我著变有翁的人啊嘛，对不对？啊，你即摆佫甲我问看我为什么我无要嫁翁？我毋是无要嫁翁，是无人要甲我娶，所以迄个拍车仔的人，就是因为我无嫁翁。可是我伫遐感受到真侪兄弟姊妹对我的疼。我伫迄个艰难的中间，虽然有甲我拍车仔，总是我悠然伫遐牧会12冬。各位兄弟姊妹，你一定无法度通相信，我伫遐12冬的时间，我甲教会会友，阮拢还阁伫蜜月期。我的会友还阁会当替我炸便当，然后伫到因为遐伫庄骹嘛，啊，干脆我一个人伫遐，所以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呢，张乐逐时就伫遐底甲我问看讲，啊，无说你食饭啊未？我讲啊未咧，来阮兜，啊无就讲我甲你炸便当去吼，啊真正无偌久，5分钟了后，就赶一个便当客啊，内底佫炖猪心，伊惊我伤过忝哦，佫甲我炖一个猪心，啊佫摕饭佫摕菜安尼甲我赶去安尼。甚至伫教会内底，真侪兄弟因家己拢伫做田做事，啊，拢有一寡农作物安尼，啊，收成了后讲，牧师，这互你啊，你摕去煮。我甲讲，猫咪姐啊，我敢会当拜托你一项代志，你煮好才来甲我叫。我都无咧动鼎动灶，我一个人，你到底是要叫我煮一项，还是要煮2项？你规气煮好了后，你敲电话来，我车随驶咧随到。恁兜若要抬鸡、抬鸭，请你甲我讲，我就随去。所以即摆会友拢知影，要若有啥物农因的修行吼，牧师，阮兜的番麦，伊知影牧师最爱食番麦。阮兜番麦已经熟啊哦，我已经煮好啊。你过来阮兜，嘿，我已经甲你准备好啊。你来吼啊，我就车驶咧，我就去啊。伫遐会当甲因做伙，我到伫每一档的迄个过迄个围路吼，迄着爱照排，因为即家也请，迄家也请，迄家也请，所以因着爱超时间。即家几点要开倒？第2家几点要开倒？第3下几点要开倒？然后拢爱牧师去遐了后，甲因食饭，嘿，啊爱替因祈祷祝福了后，啊然后食差不多1、2出了后，我才甲讲，歹势吼，牧师我爱先离开啊，因为后壁佫2摊，我比迄个管议员佫较无用。所以我爱搁去赴第2摊，第2摊嘛是伫遐食差不多2、3出，然后我就爱搁离开，到伫第3摊。各位兄弟姊妹，上帝予我伫遐的牧会，是伫我非常艰难的苦境的内底，我对美国真伤心，转来到伫台湾，我伫遐来看到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真水的安排甲列理，因为上帝伫后壁遮的牧会过程内底，保障我伫美国无饭通食的艰难。我毋知影恁兜的冰箱是啥物款的状况，可能爱问咱的妇女姊妹吼。我伫美国的时阵，我的冰箱拍开，空，连调味料拢无。我伫遐，我伫美国的牧会的时阵，我伫遐开设一间台湾人的教会。伊1个月予我的社礼是500块，我的厝税就爱612块。我毋知我安怎过，我嘛毋知影上帝是安怎予我经历的。当我拍开迄个冰箱的时阵，我看到我家己拢会流目屎，连一罐豆油
都拢无，连一罐胡椒都拢无。迄冰箱门拍开，无论是顶悬的冷冻库，还是下骹的两仓，拢无，空，总是上帝，互我伫遐，虽然受到真大的困境，互我去看到上帝，伊互我怎样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伊求救的时阵，上帝对我的迄款的接纳，甲迄款的帮助。我伫遐，我伫美国5天的时间，我伫遐开设迄个伫 Kansas City 遐开设一间台湾人的教会。我伫遐通过参与伫同乡会内底，伫遐来找遮的台湾人，因为遮的台湾人无爱去伫华人的教会，所以因真侪的台湾人，因宁可要去美国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伊嘛无要去伫华人的教会，因为因定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遮个同乡会的台湾人真有台湾的意识，伊若听到即句话吼，就气甲强拢要，真的是炸毛了，嘿。所以吼，因就归去，无我就茫去，我就去美国人的教会。上无美国人袂伫遐讲，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可是我真正足愿望，咱会当成做美国的第51州，叫做台湾州 ，The State of Taiwan。嘿，我以前感受到遐个台湾人，咱有真侪人去到伫美国，总是遐个台湾人伫搭落。所以我伫遐豆找，吼找到差不多有那10几个人。伫遐来开设一间台湾人的教会，因为拄开始，所以无真好的经济，所以一个月互我500块的社礼。两位兄弟姊妹，我即马想到吼，我真正是迄款的心情吼，真正是脑梗着甜啊！因为我毋知影我是安怎过，总是上帝，互我竟然会当伫遐。5天的时间，关难过，关过。当迄个同乡会咧聚会时阵，有一个姊妹拄摕一个信封，互我，甲我讲，牧师，这吼，你等于才看啦吼，这是我写互你的一项物件安尼，你等于才看吼。所以我就转去了，我才甲摕起来，掀起来，内底是一张支票。迄张支票是2000块美金。我一个月社礼500块，总是我着爱驶车，我着爱加油，我用电着爱用电的电钱，然后着搁爱食饭嘛吼，着爱搁其他哩落落的代志安尼。结果伊张批内底有2000块美金，伊甲我讲，牧师，这是上帝互我的感动。我毋知影这有够你用无，总是上帝互我的感动是，你有需要，所以我将这个钱要来奉献，做你的使用。你若搁甲我摕去奉献哦，嘿，你袂使摕去奉献，这个就是要互你个人的使用。我因为迄2000块美金，我搁加熬足久的时间伫美国，所以当咱伫迄个危难急难的中间，咱比别人搁较幸福，就是咱会当求救上帝，互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所以伫圣经的内底，圣经内面所在写的讲，为着胜利来感谢耶和华。伫遐讲到，就是讲，咱就爱来感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来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兄弟姊妹。伫你人生的中间，
你一定有遭受到真济的艰难甲苦楚。所以牧师要伫遮甲大家分享，检查是我伫生命中间拄到的困境甲苦难，总是我感受到我是一个幸福的牧师，因为当我拄到急难的时阵，上帝有回应我的祈祷，上帝有看见我的需要，所以有差派天使来成做我的帮站。所以圣经118篇第50遐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你有要安尼试看卖啊的无？你有要安尼试无？我即马伫中华的新源教会，我是一个新源教会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所以呢，我常常着爱学台语安尼吼，我若讲台语因听无，所以我着爱讲国语。我伫原住民的教会，我非常的快乐，因为伊拄甲我当初伫Kansas City 所开拓迄间教会共款，差不多遐的人数，要甲10个人甲20人的中间安尼。伊伫遐吼，咱拢知影原住民足好笑的，嘛足开朗。有一个长老遐甲我讲，吼，牧师，伊讲牧师。我好难过，因为我在我们山上吼，我在那个花莲的地方种那个，在台东的地方种咖啡，种完咖啡吼都被那个台湾猕猴给我吃掉了。我还讲安尼要安怎？牧师甲你想一个办法，无吼，以早迄个台湾猕猴是保育类的动物嘛吼，我讲无咱用 BB 枪，咱莫用真正，不要打3枪，嘿。不要打3枪，让那只猴子跑，我们就打 BB 枪，甲伊弹一下，互伊惊安尼。伊讲你唔知哦，牧师，那些猴子哦，好可怕哦！你打了一群就围过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不会去弄一个铁笼子吗？那个很大很大的铁笼子，然后你就住在中间，然后他们伸手也伸不进来，抓你抓不到。然后呢，你一看到他来，然后 BB 枪就噗噗噗噗，然后你叫你老公去，晚上就住在那里，然后你每天早上再把他带早餐过去，看他还有没有在那里。然后那个长老就跟我讲说：“嘿，牧师。”我从来没有想到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以后我真的就是用那个铁笼子把我老公关在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去打那个台湾猕猴，造成足大的艰难呢，因为因都爱采收咖啡树佫无亲像讲，咱迄挽柑1摆挽就拢会当收成，因会安尼一丛树内底有已经成熟会当挽的，有的是半熟的，有的是规粒青顺顺的所以因逐工拢着爱去山顶，遐迄个台湾猕猴拢专门咧吞打遐迄落。我讲无咱以前有迄麝香猫的咖啡，无你看是毋是有哪会当做成迄个台湾猕猴的咖啡袂？安尼无你看你又开拓了一个新的商机。当阮的会友有当时我就爱去因厝，叫伊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他那一天喝醉了。然后我去的时阵，伊就甲我讲：“牧师，我告诉你，我是罪人，喝醉酒的罪，我是罪人，所以我不可以去。所以原谅我。”我不是不愿意，因为我是罪人，我怕我去那里会呼呼大睡。在迄个牧会过程，上帝让我看见在艰难的中间，看见希望。我知影，当伊愿意承认伊是罪人的时阵，伊
伊才知影拯救就伫迄个罪日的中间。弟兄兄弟姊妹，牧师伫遮甲大家分享真济的故事，无论是伫圣经内面的，无论是伫我个人生活，或者是我伫牧会过程的内底，我拢看见上帝真美好的安排。当阮需要，当阮伫人生的过程，牧师所拄着的艰难的中间，上帝互我明明看见着伊的救赎甲恩典，嘛真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常常会记得，咱是一个得到上帝拯救的人，是上帝要救赎的人，所以咱爱将这个好的福分来甲其他的人分享。我毋知影咱的教会是安怎处理，因为咱拄仔才过过偌节了后，咱怎样的分享咱的过偌节的迄个过偌节的卵安尼吼？咱拢摕几粒？哈？咱拢摕2粒，咱教会拢分2粒嘛吼？感谢主，做好的。咱其他的教会拢摕1粒，就当算的。你敢知影为虾米？为虾米要互恁2粒？1粒要互你分享的，对。你爱去甲你的厝边头尾分享上帝的救赎。当你愿意甲遐的人分享的时阵，人才会知影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伫万兴伫牧会的时阵吼，阮的长老拢知影，除了每一个人拢2粒包做1份了后，伊就还佫替牧师准备，爱互牧师去做公关，边仔的农会，头前的邮局，佫较边仔，佫较活，较庄内底的派出所，迄拢着爱牧师去送。无论是过偌节的卵，也是圣诞节的圣诞歌，因为通过遮的会当互人知影上帝的救恩。所以牧师伫遮来甲大家分享，也毋望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咱拄着困境的中间，咱因为呼求上帝，咱求救上帝，咱会当得胜，然后因为得胜来学乐赞美咱的主上帝。用这甲大家三人分享，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听从，你互阮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虽然阮拄着济艰难困苦，你也帮助阮、扶持阮，也互阮会当伫你的救赎的内面，阮诚做是一个稳定的人，互阮知影，阮是受调的百姓当中上界幸福的一群的人。虽然阮是伫教会中间，阮虽然是一群有罪人的组织，总是你要通过阮的罪过、罪人的组织，要互阮会当来对你遐领受恩典，互阮会当知影，阮必须爱倚靠你，会当通过你对阮的听，互阮会当得到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也互阮伫阮整个的灵命的中间得到更新，互阮会当日日倚靠你，互阮知影，当阮拄着患难困苦的时，阮着爱怎样去做来向你求讨，互阮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甲平安。当阮伫你面前，同心献上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唱会伊的诗，《新信诗》第159首，《新信诗》第159首。我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
注定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神，少念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互我有光明。手第一节就好，请起立来迎转第一节。注定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每日我心神少念你无停，你做我光明，互我有光明。阿门。请坐，这时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手术的回应的一个方式，是对阮心内发出甘心乐意的。若是你毋知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谢、你的感恩。请坐。只是要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先来念今仔日的经句2摆。请我伫为念的中间求叫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
诗篇118篇第5节。我伫危机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诗篇118篇第5节。下周的圣工分担，还有聚会内容，拢请家己来看。只是来报告献到周报的第6面，教会消息甲报告。第2点就是教会伫5月26号礼拜日的下午1点到4点，要伫文山特殊教育学校要有运动会，就是迄天若是要，就是要邀请大家当尽量能够参加就参加。若是要参加的人，一定爱报名，因为遐学校遐有爱管制人员管制，所以因去处理的人拢爱登记安尼。另外1点就是迄天礼拜煞，阁有教会有准备中昼顿，就是请大家会当拢留落来，当来食安尼。其他的报告拢请家己来看。教会集体交通，还有教会的消息嘛，拢家己来看。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今仔日有有真侪新来朋友，一个是乾坤颖，这是廖长老的那个。介绍的。黄栋文，好。欢迎。另外一个是王牧师的弟弟，那个王立文弟兄。一个是赖辉雄长老的好生，那个王辉。欢迎您来到我们中间一起聚会。这是要来行平安礼，行平安礼的时阵，就是唱一摆，伫原地唱一摆就好，请起立来请安安尼。这是咱做伙来承迎新信诗第386首，新信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线请王牧师来祝祷。主名
相通，甲咱兄姐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华语礼拜会延后15分钟后再开始。